来继续来到高雄的前店，有一间已经开37年的羊肉炉的老店，因为风台来起地，窗仔门飞出去，天棚放落来，甲店内的桌啊、椅啊、甲设备地海。头家是真伤心，讲这短5点钟，规间店半世人的心血都去了，损失400-500万。不过头家原来是真乐观、真严硬，讲要摒离的寒天进前，搁开店来做生意。风真透店面的窗仔随后吹下去，规片嵌伫咧大马路顶，铁皮厝顶看起来嘛保袂掉。您可以看到位在一心路上这一间羊肉炉，其实在地相当知名，至少有37年的历史了。这间店伫咧高雄前店是出名的羊肉炉店，和风台扫过了后，铁皮厝顶一半落落，甲架卡的设备底下去。店内情形是搁较坏，铁条绑落，天棚落落，菜单、椅啊、桌啊，所有的设备，那毋是刷位，就是去用牵下去。把它那个瓦斯桶先收走啊，这个危险物品啊。对啊，偌久这嘛唔知呢，5个钟头而已。你看11点半开始，那俩到4点半，5个钟头就拢变了啊，一切都没有了。我倒啦，风上会透啦。一透早业者就赶到店内看，看到卖书废厝的店面是真唔甘，搁有老人客同款嘛赶来关心。不舍啊，不知道好久才能恢复啊。台风真的很可怕，这个让你见识一下 CP 值有多高。这间店定定一开门就客满，是在地出名的羊肉炉，还有美食节目特别介绍。业者讲3度2的大风一透，互店内设备毁损，加上无法度营业，损失上无是400-500万。即卖会当做的就是爱赶紧刷卡，拼寒天进前会当恢复营业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